聽過咧，甚至就如果係本身做開 gym 嘅咧，佢就話生酮飲食會令到佢哋 gym 嗰個肌肉量係唔知點樣下降㗎喎，係咪真㗎？嗱，咁其實應該唔係淨係生酮飲食嘅。咁如果講話高蛋白質飲食、少澱粉質嘅啦，總之飲食上個澱粉質係較少嘅話，其實都係有機會令到個肌肉嘅流失嘅，因為將個肌肉變咗做一個能量嘅來源啦。因為始終我哋人點樣喐法咧，都需要有糖嘅。咁所以身體一開始可能做運動，你講話半個鐘頭後帶氧運動會燃燒脂肪，但係最初嗰啲都係燃燒糖分，身體喺冇糖嘅情況下，佢唯有將個肌肉去分解，去跟住之後可以有出到糖嘅供應咯，所以就會少咗肌肉咯。如果問翻轉頭啦，咁啊生酮飲食嘅，不過頭先講話酮啦，即係可能好多肉啊、蛋白質啊，如果我哋咁少呢一個嘅譬如蔬菜水果啊、澱粉質呢啲咧，咁就會出到呢個酮呢一個物質。酮呢個物質本身對於我哋體重管理嚟講，擔當咩角色㗎咧？理論上就話，因為呢個唔係嗰啲咩鐵啊銅嗰個銅喎，呢個係其實叫做酮體，就係咧身體燃燒脂肪嗰陣時咧，因為係咁樣被逼去燃燒脂肪攞做主要能量，咁佢唔能夠完完全全燃燒㗎，咁所以佢會成落一個酮體。咁亦都咧，其實長遠有研究亦都講過，如果個酮體大量積聚咗喺身體度，喺個腦部度，係會導致昏迷㗎。哇！咁其實唔可以亂嚟㗎喎，真係。係啊，冇錯，即係其實我哋係可以喺飲食上度做一啲調整嘅，咁但係過分極端嘅話，真係未必係我哋身體會去做嘅一個嘅方法，咁佢哋就會身體會變得極端化。係，咁唔單止淨係生酮飲食呢個方向啦，嗱，其他體重管理嘅方式係咪都容易影響到我哋嘅情緒㗎？嗱，咁其實會講咗啦，咁啊缺水啦，嗰啲減肥好多時減肥減得快咧，係唔係脂肪嚟？因為脂肪係需要好多時間先可以燃燒到1磅嘅，1磅脂肪3500卡路里，你唔會喺1、2日可以做到嘅事。咁但係走水啊嗰啲係好快脆嘅事，焗個桑拿都可以有啦。咁所以頭先話缺水係一啦，第二就因為缺乏嗰個糖分啦，有陣時都會令到情緒波動嘅，因為澱粉質係一個叫做情緒嘅開心嘅食物嚟嘅，係啦。咁就會話會有血清素啊呢啲等等嘅出現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嗱，因為我先前都講過讀過腸道科啦，咁腸道科有講到咧，其實點解會情緒波動咧？就係因為你大量食一啲脂肪，如果嗰啲脂肪更加係來自動物嘅飽和脂肪，咁甚至乎可能又會食下一啲嘅我健康啲啦，食啲果仁啊種子，但嗰啲係偏奧米加6多嘅啦，咁其實身體係會有炎症嘅，咁而嗰啲炎症其實係由一啲唔好嘅細菌嘅內毒素產生，佢會入血影響個腦，咁就會影響個情緒咯，就會出即係嗰個嘅咩啊血清素啊個分泌就會大大減少或者會 block 咗咯。係，所以想體重管理咧，真係聽完都覺得應該要揾翻係啊，真係要揾營養師睇翻揾翻營養師啦嚇。咁啊，大家希望了解多啲之後咧，更加明白到底點樣去到管理自己體重啦。唔該曬，Mimi，下次再傾過，拜拜。拜拜。